日都冇得排啊！真係。唉，真係慘啊！真係呢啲賽事其實加埋一齊計咧，就有陣時好陰功啊！贏第一場完全唔可以話表示係乜嘢，賺咗唔夠輸啊！係啦。呢個亞雷咧，估唔到咧冷手執熱知道，但係佢咧就係揸得好辣嘅呢個車手嚇，喺第一回合咧見佢都即係相當勇猛㗎，同埋呢個奮鬥心好強啦，車隊啊啲工作人員又 support 好好啦嚇，咁能夠咧喺第一回合咧撞車撞到咁樣咧，都即刻冚翻架車咧，立即可以恢復比賽。係啦，其實抵佢贏啊！如果贏出嚟，咁而家咧機會高，咁啊機會高，但係就唔敢肯定。但係大家知道啦嚇。經過頭先個教訓咧，就車咧即係未到最後一個圈咧過咗終點瞄咗格仔旗咧，都唔敢肯定啊！第二三位之爭啊，呢度係啱啱見到前車不勞迪，後邊咧就係呢個科倫尼啊！賽事咧完成咗13個圈啊，剩翻2個圈嘅比賽，咁啊頭二車之間咧有呢個6秒3嘅距離啊！大家睇到啦，咁啊第二三位之間咧就0.4啫啊！第三位咧嘅爭逐咧仲激烈啦！而家有機會過佢咧？哇！可能過到啦，過咗。唉，好嘢，冇錯啦，完全無驚無險嘅情下啊！科倫尼咧而家進佔翻上去第2位啊！不過咧佢同頭車咧爭成6秒鐘咧，都真係冇得威脅佢喎。6秒鐘大家方程式好快咯。係啊，6秒喺方程式嚟講爭好遠。好啦，咁啊，而家調翻轉啦，到咗北路，點解啄翻住科倫尼尾啊？嗱，頭車啦，咁啊睇翻呢個亞雷嘅內置攝影機，哇，兩邊咧因為要就個彎啊，所以兩邊咧都用盡成條馬路啊！睇到。其實你見佢咧，佢唔係喺度捽緊軚，只不過當時嗰個軚咧喺度扯嚟扯去，佢為咗令架車保持行直線咧，要左喐右喐嚟，即係就翻佢嘅啫，完全唔係捽軚嘅嗰啲，捽軚係任何情況下都錯嘅。本身啲車冇風油軚咁，同埋係直接嘅 rack and pinion 嘅軚瓦，所謂天梯瓦，咁所以每一個 feedback 嘅路面，每一個氹咧，都揞到個車手隻手嘅，感覺到嘅。古圖又係啲裏邊嘅碌 break up 到出晒煙啦。而家呢場車咧就見到咧，古圖咧就喺後邊上嚟啲講真係去到第9位添啊！即係古圖可以話，即係有史以來，即係港澳嚟講咧，即係最出色嘅車手，絕對可以同歐洲高手混埋一齊。咁啊，可惜咧佢而且只有20歲添。係啦，最後一圈嘅賽事啦，最後一圈嘅賽事啊，咁亞雷咧就帶緊頭啦。咁啊，第2位咧就科倫尼嘅，第3位咧就係呢個。